台美有合作咧掠大麻走私，去年底就掠到有史以来上大件，大约1200公斤的大麻，价值18亿。警方继续追查，即马嘛已经掠到做毒品的嫌犯，还有买毒品的人。警方全心武装分做5路，到无共所在敲锤。台湾甲美国联合查到大麻走私案，美国国土安全局甲边境保护署去年发现一间空壳公司，伫报关出口到台湾的货品来偷藏大麻，后续扣押证物了后放移来台湾，警方顺利拘提3个共犯。HSI 在美国西岸把毒品取出之后呢，我们就进行一个货柜放行。那在11月的时候呢，顺利抵达基隆港之后，我们再进行货柜监控，顺利的逮捕到有3名的一个嫌犯，他们都是接货人，进行一个溯源不会只抓到这个收货人就以此而自满。掠到共犯也未煞，警方追查幕后主嫌，发现有台美双中国籍姓孙嫌犯负责供应大麻、加工甲运输，所以今年3月伊到台湾过境时阵，就伫通机场甲伊拘提到案。尾仔佫发现有帮派背景4个查甫人有真大嫌疑，6月分做真侪位去敲锤查缉，甲人逮捕归案。这个袋子大概就是1.5公斤到1.7公斤左右，层板里面就会夹着8袋这样的一个大麻，1200公斤的货。台湾现在每公克在1000到1500块以上，这批货都是高达台币高达10亿元以上。刑事局表示，这个案走私的大麻数量有1200公斤，是历史上上侪，而且是国内帮派甲伫美国的华人合作，用大麻伫台美中间的法令差别来走私。相关单位讲会全力阻止毒品对民众的残害，也呼吁民众毋通冒险犯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有一个